明明好眼瞓，但係就係瞓唔着。我哋3招引陽氣返屋企。第一招，按勞宮穴降燥法。勞宮穴位於手掌嘅正中，當我哋揸住拳頭，中指指頭掂到嘅位置就係勞宮穴啦。我哋用另一隻手嘅拇指輕輕地按揉呢個勞宮穴，大約10秒，按到佢酸麻脹痛嘅感覺。左右手輪住做。當我哋攬得太多、瞓得唔好、心煩氣躁嘅時候，可以按一下勞宮穴，呢個氣躁嘅感覺就會散得快啲㗎喇。第二招，碌腳底引陽法。我哋腳底有一個湧泉穴，佢位於腳底前1/3嘅位置。當我哋掂起腳尖，凹落去嘅地方就係湧泉穴啦。呢個方法可以將陽氣更快沉入腳底，就會瞓得好啲㗎喇。第三招，按肚臍安神法。肚臍中間有一個神闕穴，搓熱我哋雙手，輕輕地按喺肚臍上面，順時針揉佢10秒。當我哋食得太飽、瞓得唔安穩嘅時候，揉肚臍可以減輕腸胃嘅負擔，另外使呢個陽氣返屋企更加順暢。